为什么现在大家活得这么累，拼命加班，疯狂鸡娃？我们到底在卷什么？我们真的需要这么优秀吗？老子给出了一个反内卷的方案：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意思是，不去过分标榜贤能，人们就不会为了虚名而争斗；不去炒作稀缺商品，人们就不会去偷盗。不展示那些勾起欲望的东西，人心就不会混乱。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管理智慧。这不是要我们躺平，而是要我们回归根本需求。作为管理者，与其设立复杂的 KPI 让员工内卷，不如创造一个公平安心的工作环境。作为个人，审视你的欲望有多少是外界强加给你的，不被贤和贵绑架，专注于自己真正该做的事，就是最高级的活法。